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左镇的化石园区举办着凤头苍鹰，也就是凤头鹰仔的号名的活动。经过网络票选了后，由王来头这个名第一高票来当选。台南左镇化石园区目前将头一只电视的粉鸟鹰标本举办号名的活动。伫经过网络票选了后，是王来头一名来中选。 所以园区嘛专工邀请得到号名活动头一名的施惠贤规家伙仔来到化石馆，文化局长嘛来发贵宾馆。以200多个赞，那获得很多人大家的一个支持，所以就命名为叫做王来头。是安怎会想到王来头这个名？施惠贤讲是因为粉鸟鹰的凤头和台语王来真共音，才互伊想到王来头这个名。嘛希望大家会使保护和爱惜野生动物。 改成台语就感觉更活泼、更生动这样。然后凤里头也可以翁来嘛，就很像旺旺来，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呼吁大家可以珍惜这些保育类的动物。伫粉鸟鹰有王来头的称号了后，左镇化石园区嘛打出王来头的名，小解予参观的游客来熟悉，希望大家会使了解粉鸟鹰的生态文化。 所以，这位新的成员嘛，伫即摆特展和大家见面。好，来继续。